少年呢，这生意大有神呢，你连透早透夜来搞看水了啊！起来！哦。先啊，那是你啦，先，你来吃早饭再来遮困啦。先的啊，我天未光就来遮等你啊。你是住伫底，你嘛小通知一下，无我昨暝就直接去找你啊咧。也是什么天大地大的代志遐急啦啊！先的啊，是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啦。幸福？什么叫做幸福？你知无？啊？我当然嘛知，下当甲梦中的爱囡仔成亲，这就是最大幸福啊！你安讲嘛是对啦。来，紧甲我相看卖，看我会当甲我梦中的爱囡仔成亲未啦？紧来啦！真歹势，我要铁口直断哦。不要紧，好歹话对你讲，我这个人的性格上好啦。人甲我骂，甲我配手烂，我嘛是共款咧笑笑啊。安尼好，我则是讲，你是孤鸾命，一世人爱做罗汉脚啊！这，你是看清楚无啦？有，真清楚。少年啊！啊，死哪咧啊！讲伊性地较好，安尼干咩平道？啊，若好性地较歹，唔得干咩占佚佗啊？较好啊，金芳，师傅，爱哪会来遮？我要来找阮姐姐。好，你等一下吼。师傅啊，哈，我带你来找金芳。好啊，紧去啊。你若牛哦，已经甲你找到一位千金小姐。你听阿娘的话，你一定要娶这千金小姐，知影无？阿娘，我就甲你讲过，我无爱啦，我爱的人是金凤姑娘。你较早我唔肯听阿娘的话。阿娘，这摆算我求你好唔好？银行伊来路不明啊，假使讲伊是咱的寿林派来，小公，这点你有想到无？阿娘，你想太多啊啦！我看会出来。金凤是一个真单纯的姑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伊是一个单纯的姑娘。好，这罐药啊，你摕去。假使若是真心介意你，伊就会勇气啉落去。摕去。阿娘，你以为是要害伊死哦？毋是，我是要试探。看伊是毋是真心咧爱你，我要你亲目睭看伊啉落去。伊若啉落，你就绝对袂活呢。假使伊若无死，你就永远莫转来见我。金芳，师傅，阿姊无伫咧厝先，唔知走去倒，连欢欢喜喜嘛无伫咧厝内。伊拢无伫咧厝。是啊。师傅，你敢知影我为什么要离开你？我知啦。那安尼，我会当爱你无？啥？你讲啥？你爱我好无？袂呢，我袂呢对不起你阿姊啊。敢讲你敢会当爱我若是一个人是无？文芳，请你尊重你家己。尊重我家己，我安尼讲有啥物唔对？唔对，你若是安尼做，我会看你袂起啦。我恨你！哎呀，金芳，你转来啊？你走去倒去啊？啊，就欢欢喜喜无去啊，四界拢找无人呢。金芳，阿姊就讲捌看到你啊，阿姊讲啊，阿姊，阿姊，金芳，阿姊就想你的，以后不准你离开我，你有听无？金芳啊，
可能会非常介意你，你加回好不？我已经找到我心爱的人，是啥？一个爱我的人，伊搁伫厝底等我，我要回去啊！云峰，云峰。金龙，无爹啊！哎呦，活伫世间，阁有什么意义？伊离开我，伊走也好啦。安尼叫我试看卖，伊对我的心意，不如我来试看卖。我对伊的心意。等我出来！你先做了！等我出来！你先做了！你若是有记着救我，你甲讲，我爱你。金龙，你在吃？阿杜，阿公打算？阿杜，阿公做你听讲啊？好啦，我才别甲你讲啦。阿杜，我第一天看到你，我就咧想讲，你来当做我某囝，迄唔知影偌好个啦。啊，你若只家营啊，伫喺龙啊来成亲的时阵哦，我就希望讲会当家营啊共款啦。若会当倒喺龙啊来甲你成亲哦，就准你我管一世人，我嘛甘愿。你紧走啦，等小长甲小听着，你就无命。好啦，莫讲遐济啦，紧跟我来走啦。无爱，我爱是长甲的少爷。长家少爷已经死啊啦！你骗我！我骗你要创啥啦？唔相信哦，就放去看你就知影啦。小公，你想怎？你讲话啊！小公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讲话，你精神啊！小公，小公。你去甲倒一杯水来，
迄时早甲我点起来。你知影伊会死无？伊若救袂活，你就爱死。阿弥陀佛。潘师兄，你要干什么啊？请不要讲话。叔父，金凤，我让你的元神归位，以后在人间要多种福田，利益众生。多谢叔父。你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多见福田，利益众生。讲啥？无啦，恁继续讲。金凤，甲阿姊等你好无？这两个再来找我，又阁有啥物贵事？东家是四川有名的制毒世家，因几落代百几年拢咧炼丹制毒，唔知有偌济人死咧因的手头。因遮尔有名，敢讲你会唔知影？阿姊真正无希望你嫁入去这款的家庭。真侪药拢嘛有毒，你捌听过？有医生咧开药方的时阵，拢是以毒攻毒。敢讲这份已经药房，拢完全无毒是无？这个爱看目的是啥物啊？药店的药啊，是用来治病救人；东家炼的毒药是专门用来害人。阿姊绝对反对你嫁入东家。你已经选择你家己喜欢的人啊，为什么无迄个自由选我家己喜欢的人？银行，算阿姊救你好无？你要嫁任何人拢会使，都是为了嫁予东家的人。喂，你是毋是甲阮东家有啥物关系？为什么你三番两次主动任务，袂用来嫁我？凭我是银行的阿姊，阿姊嘛同款。任何人若是敢来拆穿我甲银行的感情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银行，行，对阿姊来等。我绝对唔带你走。该人放开！啊！你要免叫我会使无？为了你的幸福，为了咱姊妹的感情，你一定要放弃迄个死党的。我家己喜欢，家己决定，我会家己负责，你免管遐尔济啦。你才是要这么固执，唔听阿姊的口劝。爱情的力量，你应该比我更较清楚。卡孙若要叫你放弃这夫，你敢有可能答应？银行，你若是才是介意恁姊夫，我退出，我成全你。也毋过，你袂使搁甲迄个死党的来往。我无爱，我无爱你的同情，我无爱你的成全，我要甲你争取我家己的爱情。文宏，你是安怎？文宏，姊夫，文宏，是安怎啦？讲出来啦，莫哭啊！
云峰，叫你倒转来，我就知影你一定会倒转来。你若只有为难你无？我两姊反对我和你做伙，伊叫我爱放弃。你有答应伊无？小公，不管我两姊和姊夫安怎做到，安怎反对，我已经下决心啊！我一世人永远要和你做伙生活。我嘛恨，快应恁阿姊，我嘛恨阮姊夫。阿英啊，你来这来看你啊！阿姊，你哪来？阿英诶，坐啦坐啦。阿姊，哎呦，哪客气啦？袂啦，哪有啦？阿姊夫咧？顾店袂用去走啦，我唔才会招阿兰吼，做伙来看你。阿姊，啉茶，多谢。多谢。啊，对吼，金毛诶，啊，咱遮吼若有欠啥物哦，恁客气做你开喙哦，阿姊一定传来。拢准备个差不多啊。无喏，啊，佫有一项，啊，迄样若传就传吼，都拢无欠啊啦。剩一项，啊是倒一项？啊，有倒一项，啊，都爱你讲那用哦，较早生一个后生，同我甲阮听教传后事啊。阮都申请偌久，不要着急啊。哎呦，无急哪会用诶？咱听教吼，两代拢单传呢，啊，甲你这代吼，若无较紧生一个后生甲咱传，我这做阿姊诶，免那对得起阿爹尔。好啦，阮会尽量拍拼啦。阿姊吼，有一项代志要拜托你。是啥物代志？恁银行啊，甲阿六个哦，两个人真适配呢。人个阿六个吼，嘛真介意恁银行啊。迄尤其吼，若咧思念恁银行的时阵哦，迄规个人哦，安尼戆心哦。啊，迄当因当个工课啊，拢做袂落去咧。我咧袂说白小姐你点点啦。金凤诶，你着做一个好心，啊，家两个人吼，牵人线看会成无？啊，若无到尾啊吼，阿六个我看。笑，其实我嘛有这个想法，也毋过我这个小妹自细汉个性就真特别，尤其是即届出去了后，规个人个性拢变啊，连我这个做阿姊的嘛讲袂通。这个代志实在是一言难尽啊！哈，那安尼讲起来，阿六个毋都无希望。歹势啦。我这不是跟他失望去啦，我已经失恋啦。想袂到我对银行用情养那深，嘛是得袂到伊的爱。我活伫这个世间，哪有什么意义？阿六个啊，人伫讲哦，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对吧？啊你甲银行哦无缘啦，啊你着想较开个吼。莫哭啊啦！我哦会叫人四界去探听，看倒一家的姑娘较乖，一定哦甲带来互你做某。啊，你只要认真打拼吼，免惊娶无某啦。阿六个啊，你还阁少年啊，阁有真侪机会啊。好啦，阿英啊，多谢你啦，哦。志爽，无好，我一切都拜托你啦。真头家哦，家一个人伫遐店做无用的，无法转来拓破店啦，吼。大夫啊，安怎？我腹肚真疼啦，腹肚疼哦，传出来面，行。
哪有可能刚来吃？啊那个呀，啊，你唔是到三工，你要种啥呀？好啦。第二菜不讲哟。是阿兄，嗯，拄只咧白面的是来看病哦。白面呢？看病？无啊，无。阿来，阿来，嗯。奇怪，啊，这个人来调情咧创啥？哪来看病带向我讲我来总处长？哎，金龙，金龙啊，金龙啊，金龙啊，啥意思啦？我今日想你哦，上到就要起笑咧。喂，啊你人家无情啦！高音啊，你是创啥啦？你是看别人办？我哪会看无？照你的面相来看吼，你这个人除了爱碰风、爱分家规以外，无其他的才能啦。啊，若看你的婚姻哦，歹势，你这世人拢无保命啦。啊，你放臭屁！高音啊，你会知我无命。安怎？你唔相信是？无要紧，我来看者较详细。啊，免碰啊，免碰啊！哎呀，你呢？阿红啊！你要看咩啥？你是要看啥？要看婚姻还是看运？你若看会出啥物，就讲啥物。啥？论世间婚姻，知爱者得人爱，知尊者得人尊。以爱己之心爱人，则天下无人不可爱。安尼你敢听无？好啦，我讲一个较白啦，吼。你的婚姻啊，要幸福美满啊，除了缘分以外，就是感情。啊，这个感情呢，勉强。啊，我两个要勉强。安尼较唔好哦，姑娘。天理昭昭，人咧讲做人不应逆天行事。该你爱就是你的，不应该你爱，你用过抢也抢袂来。偌济钱？今仔免收，连工才是。练工？是安怎知练工才是？练工你一定会过来找我算一摆。奶奶啊，啊你这两天就千里拜拜啊，是安怎买收伊的钱？哎，那啥鬼？算大，啊你若无拍卡球啦？我是安怎要拍卡球？哎，你袂记？你拍卡球是表示有天机、有代志在发生。哦，你是讲对啦，跟我这拍卡球无共款呐。哎呀，差多！你若唔相信哦，你等问阿肥看伊有拍卡球。啊啾！哎，阿肥啊，你来讲人找你看，你拄只有拍卡球，我拄只无代无志拍一卡球偌大个呢，我是讲红太好胖这边来款。胖师兄，你莫听伊欧北讲，他根本就是身子虚，年纪大，鼻子过敏，伤风感冒。你咧骗笑，恁要过桥啊，比你行路较多啦，看你们要。姐，先生说的没有错。难道真的有事情要发生啊？山雨一来风满了，台风如果要刮起来，是挡也挡不住。我惊一跳，原来是银行哦！哎哟，老诶，啊你是走去倒位啦？真久无看到你呢，迄大家拢足思念你的。来来，入来内面坐，行啦。文通，你哪徛来吃？你别坐啊！
我会去叫你阿姐哦。金凤的啊，你无伫的时阵吼，迄阿六个我思念你的呢。你是啊嘛想，暗时咧困，喊你嘛叫你的名呢。即摆转来就好，唔好搁走哦，哈。金凤的，金凤。金凤啊，金凤啊，嘿，啊哪拢变款？叫伊入去坐，伊也啊无讲半句话就走。胖子兄，胖子兄，你一直往山上走，要到哪里去啊？那两个小家伙迷失了，我去找找看。你不是说他们两个回到他们师父闭关修行的地方吗？是回去了，可是又跑出来了。他们两个实在太皮了。林夕，你又犯贱了！你怎么可以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呢？哎，你小的时候啊，未必比他们乖呢。阿爸都要我困，我也都准备伊，俺出来跟人家，你伤心我无讲，一样身体呀，我无伤心啊。好啊，咱主我讲。阿弥陀佛。哦，你两个要伤心哦。无啊，一样身体呀。终于被一样好啊。放心啊！胖师兄，鱼已经死了，怎么放生啊？你不要管鱼死不死，他们饿了，先拿2个馒头给他们吃。来世如果轮回做人，记得多做善事，多种福田，将来才会有好报。你两个就跟恁师傅几工啊？啊，你嘛唔知影？唔知影。啊，恁师傅知你走出来无？唔知影。你若找无恁哦，一定会做生气的啦。唔知影。啊，你几岁？你知影无？我看你几岁？4岁。4岁。唔是啦，过年啊5岁啊啦。5岁。恁两个连袂要去倒位啊？吃鸡腿。哈，食鸡腿哦，要去做食鸡腿。有点。啊，有啊，有啊！代志啦，人行一条，行一条。哎呦，水某，唔通惊，唔通惊，我是讲这话正经有心啊啦。人本来就甲你讲有啊，你都唔相信，那即摆你相信我无骗你啊哈？相信无骗。你要安怎想我啊？我若想你，你嘛要想我啊。安怎讲？啊你有心，我嘛有功劳啊。你有啥物功劳？啊无我你敢唔生哦？迄是无唔对啦。也毋过啊，一个查某人吼，要生个囝，就要怀胎10个月呢，迄是足辛苦的呢。啊，你是要安怎甲我比？好啦好啦，我安怎讲，你嘛是替阮钱甲你传后代，这功劳上大。你讲，你爱我安怎想？一天我要食一只鸡，一副腰子，3顿以外呢，2顿点心，啊，还有哦，每一顿食饱了，拢爱食果子，安尼才会过平安。吼，我计是讲你要食好心肝，还是蠓仔煎，还是天顶的仙桃，那迄就较困难。啊，那这吼，嘿嘿，无问题。啊，还有就是爱你陪我去一个所在。莫讲一个所在，都是上刀山、落幽顶，还是要天边海角，我拢会陪你这个水某的去。哎
哎呦，无遐严重啦，娘诶，人我是爱你用陪我来去庙拜拜，讨缘缘啦。对，来去感谢佛祖。阿弥陀佛。你来哦。头家娘，恭喜哦，添丁发财哦。多谢师傅，这拢是师傅的手术。这不是我相事，是恁翁仔某命中注定有后生。无咯，嘛是共款哦，爱感谢师傅啊你。若毋是师傅吼，你的指点吼，阮两个阿某安尼规工弯来弯去，早就拍楼梯去啊，哪有法度保掉这个囡仔？所以呢，是爱感谢师傅啊你。终于发财！哎呦，欢欢的啊！啊，你别输啊，后壁我无看到，啊，这段日子有你扫到，害我哦，足思念你的呢。出，打我出，打我出，恭喜恭喜！哎呦，你这个小阿肥哦，阮厝的添丁哦，拢是恁带来啦。哎呦，是个这古锥哦，这若要阮囝唔知要偌好。哎呦，无滴滴。阿弥陀佛。何人结果心愿？大人啊，贫妇幼死有冤情，请你替我做主啦。何事告状？要告何人？大人啊，贫妇的囝王大母有带淡薄仔病一个，走去同医堂吃药啊，摕转来纸，食无几喙就气管流血，就自安尼来死。我要告同医堂治疗，毒死着我的囝。当然当个钱用，毒死恁后生，你敢有证据？大人啊，这是同一粒药啊，也袂怎的啦。这粒药啊，就是害死着我的囝，这就会用来做证据啊！请大人做主。团钱了，团子了。过来，钱了。好明仔，你又是告你毒死因后生王大夫，你可入罪？我毒死王大夫，哪有可能啦？阮囝是食你开的药仔死，药仔阁是恁夹的起来，啊，你阁唔承认？哎呦，迄落药仔是互恁囝治风湿的，迄那是毒药。阮囝食你的药仔死，你阁唔承认？迄明明是毒药，无毋对啦。志良，这牌药是毋是你开的王大夫？调看嘛，是。大人啊，这粒药我开的无毋对，但是食这粒药啊，无应该死啊。这等候本官派仵作去验尸，自然会明白。大人啊，草民甲王大夫平时也无冤无仇，我哪有可能甲毒死？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。大人啊，我还阁有欠伊的药仔钱啦，药仔钱无用伊哦，伊毋甘愿毒死阮囝，无毋对啦。天亮，你照实招来。大人啊，冤枉啊！王大夫欠我药仔钱是无毋对，但是我毋捌甲讨啊。我定定长路较散车的，看病食药我拢无咧共摕钱，我哪有可能为了一时仔钱来毒死因囝呢？你有是，钱娘到底捌去甲恁讨药仔钱无？讨钱是无啦，毋过阮囝是食伊的药仔死，这是事实的。伊是要安怎解释？这我哪会知？食我的药会死，这我嘛想无。来人啊！来！先将钱粮押入大牢，等候本官查明证据再审。卖啦，啊！你甲管了？卖啦，大人啊！卖啦，我冤枉的啦！你卖做的，哎呦，哎呦！大人啊，我冤枉的啦！吼，恁来假老板啊！哈，世间来假黑暗啊！我要掠人就要掠人，我要关人就要关人，我冤枉的啊！
林峰，你哪伫咧遮？再起大条啦！金叔，金叔，二头家哦，二头家。我名我是安怎啦？你着讲我清楚。哦，关老爷怀疑着咱饲头家讲下毒害死了王大母啊，所以关老爷甲咱饲头家哦，掠遐关伫家落内底啦。关伫家落内底？嘿啦，当场受我总拐起啦。金叔，金叔，阿姊，金叔，阿姊啊，哎，你是安怎啊，阿姊？阿姊啊，阿姊，阿姊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金叔，来来来，你今仔地啦，你今仔地啦，金叔，你啊，阿姊。我老娘敢才是互人想啊！你有听唔对无？你有听唔对无？哎呦，金叔啊，这代志这严重，我哪有可能听唔对的啦？你王大母是食咱店的内底的药啊，才中毒死去的啊！钱头家哦，你个公店内底是有你安怎讲都讲袂清楚啊！管老爷唔使当作我咱钱头家是凶手，当场做甲掠去啊！那安尼啊？店的药啊，无可能有问题啊。迄当然无问题啊！也毋过王大母的死吼，迄是事实的代志嘛，验尸的证明已经出来了，伊是中着剧毒哦，当场死亡咧。安了的，这个情形哦，对咱钱头家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啦。安尼，哎呀，这个命哪都好。哎呀，你去想办法叫你再活出来。小公，我已经报仇啊！你敢知我心内有偌欢喜？阿玲的姐夫已经互关喺笼仔内啊，转落去就是阿玲。你目睭金金，看见一家伙也家破人亡。咱遐欢喜的代志，你哪会暗暝无爱听？是安怎呢？你咧食阿英的操心，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而且嘛替你报仇啊！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小公，你是安怎？你赶紧离开这个所在，离开伦敦，从今以后，我无想要再见到你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要赶我走？你唔免咁问啊！你赶紧走！是不是你那样？硬逼你要甲我赶走？你唔免问我，你赶紧走！赶紧走！我死都唔走。金毛啊，金毛！你是安怎咧走到遐尼急啦？系啊啦，手姜关起来啊！手姜关起来，伊是犯什么罪？有人甲告啦，讲是买着咱店的药啊，食着了吃空流血，马上就死啊！这是中毒呢。咱店内敢有卖这款厉害的毒药？无啊。阿英啊，药单有滴无？有啊，拢是阮补的药啊。这款药啊，敢有可能有毒？敢讲是买药的人有冤仇人？伊是正常的啊，咱的老主顾啊，厝内拢是老实人，无可能敢结冤仇啊。照你安尼讲，是涉黑的毒咧。这种会当互人吃空流血的毒药，世间罕见啊。姐夫欠乖，啊，志力心无主，欢喜嘛爱人照顾，啊无，你先回去店斗3工。
我厝内底阁有一寡代志爱做，无你先回去店照顾一下。我代志若是办完，我马上去店里找你。好，我先回去店等。这款上天害你的代志，敢讲是伊做的？你讲这是什么话？你竟然敢讲这种话来诬赖我？如果不是你，你何必这么生气？你做干的，我后悔让你做姊妹啊！后悔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你想要有过阿英的感情，也毋过伊根本就无爱你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你想要报复伊，你要害伊家破人亡。银红，你安尼做敢袂伤过恶毒？最毒妇人心，你敢捌听过？也毋过你伤害着无辜的人，你心肝敢袂艰苦？我毋管，我要报仇。银红，咱姊妹啊！在昆明的山顶修炼，因为你爱慕人间的风景，你求我陪你到人间行行的。你答应过我，绝对袂做出伤害人间的代志。为什么你无守信用呢？阿姊，咱毋是人呢，咱谁人得爱遵守人的信用？想要到你讲出这款的话，敢讲咱一点仔姊妹情拢无吗？你走。请，我唔走，除非你答应我，你以后袂搁再害人。以后你行你的路，我行我的路。你若是要做人，做你去做，千万别干涉我的代志。大家当作咱是无熟识的车混人。银红，想要到你讲出这款无良心的话，枉为我这么惜你。枉费咱几落百年的感情，阿秋，阿秋，胖师兄，我连续打2个喷嚏耶，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啊？什么事？你明明知道的嘛，干嘛装糊涂啊？我知道的事情那么多。不知道的事情也不少，我怎么知道你说哪一件事？就是唐家有关于毒的那件事情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不是不担心，我知道你可以解决。哎，你去做不就好了？啊，我去做就好，你倒推得一干二净哦。我觉得你最近变了，你变冷漠了。而且变得什么事都不管。不是我不管，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，你有能力去管。既然你自己能够打喷嚏，那就由你自己一个人去处理。如果我抢了你的生意，你不会生气呀？啊？原来是你。你3更半暝唔在顶仔厝照顾小公。走来这创啥？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。你唔惊我抬你？若要问清楚，就算讲我死，嘛会变成冤死鬼。你还袂用去死？你还替我照顾小公。小公最近到底是安怎？为什么伊拢无爱插我？伊无爱插你，拢是为着你。是为着我？无对，伊为着你食毒自杀，迄是种非常厉害的剧毒。你毋是已经会食解药啊？解药只是当暂时保存伊的性命，也毋过毒素无法度完全解掉。那安尼，以后会变成安怎？伊的皮肤会溃烂。老血、污染，小公伊会唔插你，一定是这个病情发作。可怜的小公，
放乖，我要照顾。你说表示嘛要赶我走，伊变甲和以前完全拢无共。伊的脸一定是开始腐烂。本来是一个真清秀的人，现在完全拢已经变形啊！伊唔愿意让你看到即马变甲遐尔歹看的人，我袂嫌伊啊！那你肯回去好好照顾伊，我求你。阿嫂，食药啊？老师啊。哦，这药我哪会遮尔苦，我这歹啉。这是阿英替你配的药啊，是安胎兼补身的。我今日烦恼阮阿良，阮阿啉袂落，不如我就死死的甲规划。情到放水流，原谅我的心是多情的落头，爱的花若开，嘛无。